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明伫竞选的过程言论互批评讲上过轻重，针对韩国、美国当面的态度还无坚定。有真侪届阁强调讲，韩国应该甲台海冲突来保持距离。伊伫上任了后，外交的政策嘛受到关注。有学者是认为李在明对台湾的态度应该较亲像文在寅的时期，较谨慎嘛较低调。南韩第21届总统由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明当选，马上就职展开5年任期。伊主张务实外交，在竞选期间被批评亲中，也不对韩美同盟保持靠怀疑的态度。未来外交走向引起关注。对韩国来说，它最重要的是韩美关系之后。这个进步派愿意把中国或者是对北沟通这件事情放入他的外交政策里面，可是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亲中的这个概念可以去包含。研究韩国学者认为，李在明主张南韩利益优先，韩国对美关系依然是威胁重点。韩国美韩合作可能会注重处理北韩问题。李在明也真侪摆表态，韩国应该甲台海冲突保持距离。进前被问到，若是中国武力犯台，是不是会协助台湾？李在明回应：爱等外星人一圈地球才会思考这个代志，也引起风波。他不会直接去触及到台海问题上面的言论，他可能会透过韩美关系互动，间接的去执行相关的动作。接下来他执政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于两岸议题，我觉得他应该就会恢复到过去的那种低调的方式吧。就是能不碰就不碰，然后可能还是会集中在第2轨或1.5轨外交这部分。学者分析，李在明对台湾的态度会回归到文在寅时期的模式，互动谨慎而且低调。不过，在台韩经贸往来密切的情形之下，台韩关系应该被有相过大的变化。公视新闻采访报道。